希伯來書第13章，你哋愛一切像兄弟姊妹一樣相識，唔好唔記得接待愛鄉人，去你哋屋下，是有人一樣行，無意中撒接待到天使，愛關心佢哋坐監嘅人，像係你哋也同佢哋共下坐監。愛關心佢哋在患難中嘅人，就像你哋也在患難中一樣。每一個人隆重愛尊重婚姻，夫妻愛彼此重視。上帝會審判佢哋荒唐和淫亂嘅人。你哋嘅人生唔好總係想愛賺錢，愛滿足自家所有嘅，因為上帝是講，我絕對唔會離開你，永遠唔會撇棄你。所以我就做得大膽講，主係我嘅幫助，我唔是驚，人能對我樣辦哦。你哋愛紀念頭擺帶領你哋傳上帝嘅真道本你哋嘅人，好好想看呢。佢哋係樣辦生活，樣辦事，你哋愛效法佢哋嘅信心。耶穌基督從本日、今本日，直到永遠也唔會改變。唔好本各樣奇怪嘅學說，將你哋帶走進去。你哋嘅心愛依靠上帝嘅恩典來得到堅固，唔好依靠事物嘅利歸。就記到利歸去行嘅人，並冇得到乜嘅好處。在聖帳篷地背侍奉嘅猶太祭司，無權學識挨到祭壇當嘅祭物。猶太嘅大祭司將頭上嘅血帶入至聖所，獻作贖罪祭，總係記到頭上嘅身體係在羊外手，所以為到愛用自家嘅血來潔淨人嘅罪，耶穌就受苦，死在山外。咁樣，我哋來去羊外求勸佢，分擔佢所受嘅侮辱，因為在世間，我哋冇永遠存在嘅神，我哋所追求嘅係將來嘅神，所以我哋應該通過耶穌，常常用頌讚做祭物來獻本上帝，就是用我哋嘅罪高拍佢嘅名。總係也唔好唔記得行善，然彼此分享，因為呢種嘅祭物係上帝所歡喜嘅。愛服從你哋嘅良手，聽佢哋嘅指導，佢哋一直看顧你哋嘅靈魂，因為佢哋愛對上帝負責，像愛告狀一樣。你哋聽從佢哋，佢哋就會做到千歡喜。那麼佢哋會良心淘汰去，這對你哋有乜嘅利益呢？請你哋繼續對我哋祈禱，我哋此心良心清白，樂意隨時隨地行正路。我特別愛請你哋對我祈禱，本我親腳都在你哋嘅位去。上帝已經使我哋嘅主耶穌對死復活。佢通過耶穌所流嘅血，印證了永遠嘅約，使佢上做眾羊群嘅大牧者，願賜平安嘅上帝成全你哋，本你哋行得樣嘅好事，來遵行佢嘅旨意。願佢通過耶穌基督在我哋身上成就佢所歡喜嘅事，願榮耀歸本基督，直到永永遠遠，阿們。兄弟姊妹啊，我求你哋耐心聽我嘅勸勉，因為我寫本你哋嘅信呢，並唔係清長，我報你哋啲，我哋嘅兄弟提摩太已經得到釋放咧，佢那係較早來，我會同佢共下去看你哋。請推我哋對你哋所有嘅良手，留眾聖徒請安。對意大利來嘅人，全部
也對你哋請安。願上帝賜恩典，本你哋大家。